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第15有开记者会，继续鼓励民众爱去注意风险。嘛讲预防针注射经过半年，保护力就会降到剩无5成。为了要提升咱的群体免疫力，建议民众去对家注一档次世代预防针来增加保护力。指挥中心成员的手头拢比1，推广今年的疫苗加1活动，为了提升对 COVID-19 的群体免疫，指挥中心规划为3月初6开始到4月30，针对6岁以上的民众，今年若要未注过任何一档 BA.5 疫苗，拢来注一档疫苗。完全都还没打过任何一剂疫苗的，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基础剂也都还没有完成的，12岁以上是 Novavax， 那单价的莫德纳还有 BNT， 追加剂的部分，那满6岁以上的这个民众，那我们有提供莫德纳 BA.4.5 的这个次世代疫苗或者是 Novavax 这2种疫苗来做选择。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召集人李炳英表示，疫苗引起的抗体经过半冬保护效果就会降，轻症的会降到无50%，所以世界各国拢建议今年爱搁注一档疫苗。根据估计，现主时要有130万人无注过任何一档。李炳英表示，真侪人是烦恼疫苗副作用，但是相比评之下 ，COVID-19 的重症是搁较严重。它的副作用大部分就是局部的反应，或者是发烧、全身酸痛、倦怠，大概2-3天之内就会缓解了。没有接种疫苗，你得到新冠的话，那我们根据以前的统计知道说，大概10%到20%会重症，大概2-3会有死亡的风险。疫苗的副作用跟那个疾病的一个严重度来讲是完全不成比例的。李炳英强调，进前腺病毒疫苗引起的血降，RNA 疫苗引起的心肌炎等副作用，拢是真少的案例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未来会加强疫苗副作用的宣传，让民众安心注疫苗。未来敢拢着1年注一档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爱搁规划。记者关良水台北报道。